罗斯王国罗德，作者苏彦德，录音苏彦德。罗德在地乡亲有真侪人毋知，罗德有一项世界第一螺丝。罗德的螺丝出口是全世界占有率第一。罗德是正港的螺丝王国，你毋通看袂起细细的一粒螺丝。毋管是你手捏锁额的手机啊，还是伫天顶飞的飞行机，拢需要螺丝。全国螺丝生产量上大的所在，就是伫罗德。罗德所生产的螺丝占总出口量的一半，而且外销到140几个国家。会得通讲，有人的所在就罗德的螺丝。罗德的螺丝毋若产量济，品质嘛是世界第一。在地螺丝工厂的头家讲，台湾本身所做的品质，会当甲全世界各国比拼。罗德生产螺丝的时间已经超过60年。螺丝品质会受到世界肯定，除了罗德乡亲本身拍拼以外，上重要是因为罗德有利便的交通，而且离钢铁的大本营中港无远，所以才会变成螺丝工厂设厂的地点。因为罗德有2个交流道。要运送真方便，安尼罗德就是形成一个螺丝窟。螺丝工厂的模仔好，线材好，技术好，所以罗德的螺丝占有率是全世界第一名。细汉的时，若伫罗德郊外听到轻轻锵锵的声音，感觉真吵，嘛感觉真趣味。因为这种声音是罗德土地的声噪，这是罗德在地的文化，嘛是罗德的特产。螺丝对罗德的经济有真大的帮衬。你若伫罗德听到轻轻锵锵的声音，毋免大惊小怪。过去罗德上兴的时阵，大大细细有几若百间工厂伫遮设厂，就因为安尼，罗德的螺丝党的特别多，苏党的、王党的、林党的一大堆。大工厂甲小工厂的螺丝包起来，行销到全世界，上中下游做伙拍拼，想袂到一支细细的螺丝替罗德、替台湾伫世界的舞台顶拼出好名声。这种轻轻锵锵的机械声，就是罗德这片土地在地的声噪。